嘉義市區有一間做24點鐘的飲料店，防執義講請囡仔工佇暗時顧店，可能有甲囡仔苦毒。市員去了解，發現講原來是囡仔唔甘媽媽一個人辛苦去甲鬥三工，結果掃予民眾誤會。較民角有飲料佇吧台內底無閒工課，嘉義市一間經營24點鐘的飲料店，叫有民眾佇網絡發文，講店家請囡仔工佇暗時工課，毋若無效法，嘛可能有苦毒囡仔工的狀況。結果店家就佇網絡頂面，叫人留真儕無好聽的話，造成店家困擾。因為我是單親嘛，帶2個小孩，然後我女兒就是很貼心，她有時候看我太累，她會就是偶爾幫忙一下。消費者就去留負評，然後就會留一些說我虐童啊，然後我僱傭童工啊。還好吧，自家人會覺得那個嗎？應該不會吧。其實社會處一直都在跟他做接觸，那小朋友其實也不是童工，只是自己家裡的女兒，就是很心疼媽媽，想跟媽媽在一起，好好經營好這家店。其實佇店內的是頭家娘，讀高中1年啊，甲國小5年啊的查某囝，因為想要陪家己的媽媽，有時陣才會佇店內鬥三工。頭家娘講，伊一個人帶2個囡仔，細厝住佇遮做生意，無苦毒囡仔的代志，希望網友會當體諒因的生活壓力。有人會把我女兒的照片傳到網絡上去。然後很多人又會留一些說什麼他厭世啊，然後他看起來好像精神有問題啊，就像人家說問他講話都很小聲啊，可是他是因為心裡已經有陰影了啊。唔是講介初當嘛，你若講介初當的，安尼就較無適當啦。啊，伊嘛知影講媽媽趁錢辛苦，啊會當甲伊鬥3工，安尼嘛好啊。議員重申，店家細厝做生意，希望加趁掛，才會久長營業時間。市政府、社會組甲學校，攏一直有關心這個家庭，希望消費者會當理性看待這件代誌，減少對店家也是囡仔會造成壓力也是傷害的行為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